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8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正好跟昨天反过来了。截至收盘，沪指涨0.83%，深成指涨1.6%，创业板指数涨2.61%，北证50指数涨3%。两市成交额2.2万亿左右，这个成交量也是不错的全市4600只个股上涨只有几百家是下跌的，正好走势跟上个交易日完全反过来。这个金融消费者今天又要多收3-5朵这个券商、金融科技这些板块领涨最近这个股市涨的指数涨的，连这个李大霄都高喊要注意风险。这个胡适的死多头各种底的发明者李大霄都高喊风险，要注意风险。那股市为什么涨呢？指数今天的这个大涨实际上是受一个消息影响最近公布的7月金融数据显示7月非银存款增加2.14万亿，同比多增1.39万亿。与之对应的是7月居民存款净减少1.1万亿，同比多减0.8万亿。这个很多专家把它理解成叫居民存款搬家，搬哪儿去了呢？搬到胡适。他这个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央行公布的最新7月金融数据显示居民的存款不是增加了，而是少了1.1万亿。那哪儿的钱多了呢？非银存款增加2.14万亿，就是根据大家的预期跟去年同期相比，这个7月份居民存款本来应该是跟去年7月份比减少0.3万亿，但是它多减了0.8万亿，那就说7月份居民存款净减少1.1万亿。而另一块非银存款增加2.14万亿，就多增了1.39万亿。这个非银存款指什么呢？就是重点是这个了那居民这边存款是少了，是居民的钱没了吗？不能这么理解是不是拿去消费了呢？理论上这个很有可能把钱拿去消费了，但实际上不是因为你要拿去消费的话，他那边非银行存款又多了多增了1.39万亿。那就是先要知道非银存款是什么东西。这个非银存款呢，说俗一点就是证券账户里面那个资金，因为证券它不是银行，但是它里面的钱也是存款，对吧？还有各种基金、理财公司的账户里面的钱。这个非银存款包含股票账户，但是其他的理财账户，你通过银行买什么，对吧？这个货币基金，那个什么债券基金这个也算。那就说明确实随着这个上一轮央行把利息调低，存款利息对吧？不停的调低导致存款搬家了。那搬家就有可能有一部分搬到股市了，只能这么说那也有很多也可能搬到其他的理财账户总之非银存款增加了，而那种在银行里躺着存这个定期和活期的那个钱少了，就这么个事。所以说这个肯定是有部分资金一看到这个指数走牛了，杀进这个胡适，这个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有多少呢？实际上这只是一小部分推动这一轮指数慢牛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不是居民存款搬家，不是，对吧？大家存款去炒股了，这个只是原因，这是一个小部分的原因，主要原因实际上已经说过了是证券时报报道，8月14号统计显示，8月13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的投资者数量为52.34万名，创年内新高，超过2月21日的52万名。与上一交易日相比，投资者数量增加4.61万名，环比增长9.67%。截至8月13日，融资融券个人投资者数量为755.7万名，机构投资者数量为5万04家，有融资融券负债的投资者数量为172万名。这是证券时报报道的大家知道吧？这融券做空已经被关掉了，暂停。所以现在融券的那融资的融券，那实际上都是融资的，也就是融资融券的交易者创年内新高，就是这些人去借钱炒加杠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嗅到一丝危险的这个味道？场内的人不停的在加杠杆，但是也有存款搬家，就是这个投资者的数量增加4.61万名，其实增加的不多，对吧？这增加的这些人，那肯定他把存款对吧，要转到证券账户里面去炒股所以从这儿能看出这一轮指数牛市是场内这些融资客在不停的加杠杆，
我们再看啊，这个是财联社报道，近10家银行严禁用信用卡资金炒股，银行密集提示风险。8月以来 ，A 股持续走高，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记者注意到，8月份以来，陕西、云南等2个省份已有近10家地方农商行发布信用卡资金用途相关公告，并明确提及严禁信用卡资金用于炒股。最新的提示来自于今天上午，渭滨农商行在官方微信号发布相关公告称，信用卡资金不得用于投资理财领域，如购买股票、基金、期货等。银行严禁什么，就说明这些啊，现在是见怪不怪，也就是这个融资融券的这帮人加杠杆的啊，不仅在场内融资，对吧？把股票压出去借钱，接着加仓，他还套取信用卡的资金加仓，这个有点像低保老人了啊，叫疯狂加仓呢。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这我一直说的啊，这叫沙滩上建大楼，对吧？这一轮指数的这个慢牛行情啊，实际上是经济基本面关系不大，甚至连股市的基本面关系都不大，因为这5000多家上市公司该做假账还做假账，该这个欺诈上市的还是欺诈上市，没有好转。对吧？演员还是那些人，他怎么突然就变好了呢？对吧？就是之前我们讲的这个股市的这些奇葩、这些乱象，都还在继续之中。指数走牛，那也是沙滩上建高楼啊，也只是延续这些矛盾。简单点说啊，它就是没有坚实的宏观基本面依托，对吧？也没有具体的这个基本面，股市的基本面改善，玩的还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对吧？股市什么时候结束，谁也不知道。当前股市的主要矛盾啊是。对吧？监管上面想要慢牛，对吧？营造一种慢牛啊，要慢慢的走上个几年，对吧？这种指数慢牛与散户啊想快速致富之间的矛盾。所以说啊，首先是央视出来提示风险，说专家提醒股民警惕短时间暴涨的个股，对吧？我刚才说了，连李大霄都已经开始提示风险了。专家分析上市公司股东密集减持风险。说过去3个月，上证指数的涨幅已经超过10%，在电子、医药、新材料等领涨板块中，不少个股的股价翻倍，但减持现象也引人注目。数据显示，7月 A 股减持公告密集发布，436家上市公司公告股东减持。进入8月，减持浪潮并未降温，需要注意哪些风险？这个央视啊专门搞了一个节目提示风险啊。今天啊，银行板块逆势下挫，工农中建4大行均跌2%。财联社8月15日电，银行板块日内逆势下挫，中信银行、齐鲁银行跌超3%，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盘中跌逾2%。这个银行里面都是机构，对吧？都是主力国家队。保险资金是不是这些资金啊，已经嗅到了这个机会来了？也就是他们拉到现在啊，拉冒烟了，很累的。趁现在行情好，赶紧减持，要套现了。就是银行呢一次跌2%，说明肯定不是散户所为啊。这个银行股里面也没什么散户，都是机构，机构在跑路，国家队主力在套现。这不是有融资客吗？对吧？拿了大量的钱进来，还有一些新股民啊，拿着存款进来了，正好把这个筹码给他们。新浪财经报道啊，这个大基金年内减持8只芯片股。17占7家，投资回收加速。这个你看啊，大基金是什么？大基金就是国家队。8月以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啊大基金，投资回收步伐继续提速。什么意思？就是减持啊，市场套现加速。8月13日。百维存储安陆科技披露大基金减持计划公告，威东威公布了大基金近期减持股份的进展。至此，大基金年内计划或已经减持了8家半导体上市公司。趁着行情好啊，这个大基金啊，纷纷的从这个半导体公司里面撤出啊。什么盛科通信、德邦科技8月下半月进入大基金1期的减持期。市场分析认为，大基金的投资与退出动作呈现1期加速，退出成熟领域，2期、3期接力布局，战略核心环节运作逻辑。从这个银行股里面的，对吧？今天下跌2%，从这个大基金啊减持，不难想象啊。国家队主力，对吧？在有序的撤出，这个要关注啊！你也不能说他一撤出是不是就要暴跌啊？他就撤完了，他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啊。既然金融消费者喜欢，那他就把筹码给你吧。确实啊，他们从底位啊拉到现在拉了900点，现在是到了啊
收费的时候了。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啊，他说啊，要顺应民意，严控 IPO 发行上市规模。大家看视频。6月份，陆家嘴金融论坛吴清主席提到，要把未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提上日程。7月13号，上交所又重启对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的标准来上市。这个政策在市场上引起了反应。回想19年科创板开通之后，2021年上市企业达到了500多家，高峰期是2022年，达到了525家。这次又重提到未盈利的高科技企业的上市问题，会不会又引出大规模扩容的问题呢？为打消这个疑虑，证监会8月8号在新闻例会上，针对当前市场上对科创板、创业板是否会造成 IPO 大规模扩容的担忧，表达了将要严把发行上市的入口关，要做好逆周期调节，不会出现大规模扩容情况。实际上，去年新一届证监会班子上任之后，对大规模的发行上市进行了调整。2024年全年，深沪交易所只上市了77家企业，可以说这是一个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年份。而今年呢，到8月7号为止，上市过会的企业是62家。当然，新报备上市辅导的企业有243家。今年预计最多也就是在150家以内。无论是从证监会受理申请的速度，还是安排企业上市审核的速度，或者是最终上市的数量上看，都是不高的。中国的股市发展也就是35年，从90年到2025年，我们搞了5400家，而美国200多年的历史，至今也只有5500家上市公司，而且它领域是涵盖了世界各国来到美国申请上市的企业。所以我们应该从外延的扩大到内涵质量严管提上日程，不仅在注册制背景下，在入口上要严格把关，而且在退市上也要加大力度。当然，科创板第5套的上市标准对非盈利企业确实是重新燃起了上市的热情。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政策？因为中国历史上对很多的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在向互联网发展的时期，由于上市的都要求盈利，因此像腾讯啊、像阿里巴巴、像百度、新浪等等都是选择的海外上市。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对我们是作为一个教训来总结的。今天又到了一个高科技发展风口了啊，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领域，中国也处在领跑的地位。因此，如何让资本来支持高科技发展，这就需要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挺身而出，让资本市场能够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这证监会对大家反映的各种问题总是能够认真的听取，而且积极的做出调整和完善的姿态。虽然推出未盈利上市企业的上市标准，但是证监会及时的就表达了不会大规模扩容，一定要通过市场破发率的观察，适当的要把握好 IPO 上市的节奏，要让融资和需求匹配好，防止过去的三高超募再次发生。过去发行上市的企业普遍都存在着三高超募，他要5个亿资金，结果你给15个亿的，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啊。而这个过程又连带着企业上市后的一系列，比如像把这资金去理财了。因此一定要避免三高超募，把我们投资人钱用好，不能够再继续竭泽而渔。实际上啊，当指数慢牛形成之后啊，接下来对吧，就是 IPO 要加速，这是必然啊。要解决一级市场的这个积压问题啊，一级市场大量的这个国家队、地方队、各路神仙的资金压在里面出不来，对吧？急需要到2级市场，由这金融消费者来做贡献，这个啊叫开闸放水。我们再聊聊胡一进老师啊，这个胡一进老师今天啊，正好巧了，今天8月15，对吧？是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很显然啊，
胡锦老师在胡适赚到钱了，而且赚的恐怕还不少，所以啊，他今天啊，一面在这个批评日本呢，在这个侵略方面反省不够，一方面为俄爹啊这个侵略进行美化，人性的扭曲啊泯灭，这个无以复加。跟着这个以往的这个规律啊，胡锦老师对吧？他在胡适赔的钱呢，跟他的人性对吧，产生的人性成正比，但赔的越多，他的产生的人性就越多。反过来对吧？他赚的越多啊，他那个人性就消失的越多。他现在是毫无人性，那就说明他赚了还不少。就这么个逻辑啊。你看啊，这个地堡老人对吧？从地堡里面出来，坐着飞机啊，到阿拉斯加跟特朗普会面，对吧？按照网上有很多网友的观点，那就是普京屈尊呐，跑到这个阿拉斯加去听特朗普的汇报，应该这么理解吧？有人这么说啊。我们即便说不是听汇报吧，就是两个对吧？两国元首去会面，为美俄关系、俄乌这个战场进行磋商。胡锦老师做了评价啊，从胡锦老师这个评论来看，他把这一次啊，普京到阿拉斯加和特朗普这个会面啊，他把描述成胜利之旅、勇敢之旅啊。胡锦老师说啊，普京已经在飞往阿拉斯加的路上。计划北京时间周六凌晨3点半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还是一次胜利之旅？他说，尽管这几天没有人提了，但是普京仍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追捕名单上。俄罗斯方面肯定不会把普京的风险视为零。俄美峰会具体地点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这个理查森联合军事基地内。胡锦老师说啊，说那个地方是最安全也最让不安者产生联想的地方。也就是胡锦老师把这个普京啊去阿拉斯加，他把当成一个鸿门宴。胡锦老师忘了啊，这美国好像不是那个叫罗马公约嘛？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他裁定以后啊，只有你签署了罗马公约的这些国家成员国，你才有这个义务去抓他。那其他国家你可以完全不理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裁决啊，因为你没有加入啊。我记得美国没有加入啊，也就是美国他没有理由，他没有义务去抓普京啊。这是胡锦老师自己给自己加戏了啊，给俄爹加戏了。只要特朗普同意，那普京到美国去访问没有任何风险，但是就是没有任何额外的风险啊，就是比如说有人拿枪对吧狙击他，那这个保不齐啊，那特朗普自己都保不住啊。我说额外的风险是这个是美国政府对吧，或者是美国政府允许别的国家政府来在这个机场把他逮了，这都不可能啊。所以说胡锦老师给俄爹加戏对吧，渲染俄爹这一次各种风险，然后呢才能烘托住地堡老人去那儿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啊，所以他叫勇气勇敢之旅、冒险之旅，把一个侵略者对吧美化成一个勇士，千里走单骑这么一个桥段对吧，单刀赴会，孤军深入这个。然后这个胡锦老师还自己脑补了一下啊，他说啊，普京虽然带了一个庞大的团队，但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仍在莫斯科，他将起到特殊镇国公的作用。然后这个胡锦老师啊就描写了这个梅德韦杰夫啊跟那个普京两人是怎么好的一个好搭档啊，两个人是亲密战友啊。这个是胡锦老师又是在这脑补的啊。这普京如果说他这次啊外访到美国访问，如果有什么风险的话啊，我们假设普京到美国访问有什么风险的话，那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他国内，就是他能不能从阿拉斯加成功的返回莫斯科，这个风险更大。这不是说他离开莫斯科到美国风险，那没有什么风险啊，就怕他到时候回不来。而造成回不来的这个因素啊，那梅德韦杰夫也是这个可能的因素之一。到时候梅德韦杰夫对吧，把机场跑道一屏蔽，跑道上摆着好多这个油罐车，晚上把跑道灯关了，普京的专机怎么降落呢？所以普京啊出发之前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开个会对吧，敲打警告这些野心家，可千万不要等我走了你们做小动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但是被胡锡进老师一描写呢，写成啊，你看他俩人那简直是对吧，各有分工啊。你普京你主外，你出去打仗，你出去跟特朗普打架去了，我这个梅德韦杰夫我在家里看着。而且那个胡锡进老师还脑补了一下啊，说这个你看啊，前几天这个梅德韦杰夫跟那个特朗普啊对吧，叫勇斗特朗普啊，说把特朗普气破防了，可见这个梅德韦杰夫对普京是多么的忠诚。说普京冒险前往阿拉斯加，给了特朗普一个大面子，双方面对面沟通，就变成好像是特朗普求着普京要停火，已经美国被打得不行了。不过这个胡锦老师他也承认啊，他说这个普京要实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否则没法向国内
内交代。最后啊，胡锡进老师说啊，对普京来说，这次阿拉斯加之行是一次勇敢之旅，而勇敢得到的回报可能性往往更高。把一个侵略者啊，对吧，描述成英雄，美化侵略，哎，侵略最后跟勇敢挂上钩了啊，勇敢就应该得到更高的回报。这边刚对吧，夸完普京，夸完侵略者，给他戴上光环，勇敢。哎，那边马上批评啊，这日本说这个今天啊是日本战犯投降80周年，日本不仅不承认，不认真反省，对外道歉，石破茂反而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什么其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说日本国内弥漫着浴血奋战多年，大量本国军人和民众死亡，最终又被逼投降的悲情。这样的日本、中韩等亚洲国家怎么可能与他就历史问题和解？胡锡进老师在说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就忘了啊，乌克兰现在正在饱受侵略啊。胡锡进老师也忘了啊，俄罗斯现在伤亡已经过了100万，快到110万了。乌克兰的伤亡也不轻呢。这一切为什么呢？谁在谁的领土上打仗？胡锡进老师啊，不仅对吧，习惯了代表咱们啊，把咱们牛马韭菜都代表了。胡锡进老师这一激动啊，对吧，他就出圈，他把整个亚洲都代表了。说这个啊，日本人健忘，或者是不想提那场战争了，也算是另一回事。但他们没有忘，记得比谁都清楚，而且经常提，说的都是原子弹、东京大轰炸、日本人惨死，但绝不提造成那一切的原因，绝不提他们在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甚至否认他们想抹掉那一切。然后来了啊，重点高潮来了，叫亚洲国家对此绝不答应。这胡锡进老师你看一激动啊，这光代表咱们这样的牛马已经没意思了，索然无味啊，一下就给自己拔高了，代表亚洲国家啊，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甚至印度啊，这对日本那感情是很复杂的，还有这个菲律宾，甚至蒙古。所以胡锡进老师不要一激动啊就瞎代表，对吧？把那个咱们这韭菜牛马被你代表了也没办法，对吧？不让你代表，你非要代表，强行代表，咱们拿你没招，你代表人家其他国家就有点过了。所以胡锡进老师不仅双标啊，对吧？他还喜欢对吧乱代表。同样是侵略啊，在胡锡进这里对吧，侵略也分不同，像俄罗斯这种侵略那就是好的，就是正义的，这种侵略要提倡，对吧？像日本那种侵略那绝对是坏的。所以啊，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只能说明胡锡进老师最近这个在股市啊收益还不错。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